唉，今日打個風嘅亂鬥，發埋啲咁嘅夢，咩嚟㗎？密碼係1344，仲可以攞返我講唔見嘅2000蚊，咩嚟㗎？唉，我明啦，我終於知啦，答案就喺呢度。呢段聖經咧就話咧，見到錢啊，應該係寶藏啊，就要先賣咗佢先，賣咗先，等我賣先，梗係啦，都唔知呢2000蚊邊個，唉，賣咗先，賣咗唔夠，我要去賺大錢，我要換代價，我要換晒成笪地，話唔係裏邊點止2000啊，2000萬都喺入邊啊！學生睇完呢段片，我知你一定問嘅，究竟係咪真係有2000蚊埋喺校園裏邊嘅泥土，定係要好似馬太福音13章45節咁講，嗰個買賣珍珠嘅人，咁佢揾到個好珍珠，唔通要去海邊？究竟喺唔喺度㗎？好啦，而家嚟到咧呢個上環嘅樓梯街，呢度有好出名咧寫揮春，積聚財寶喺天，同時有30倍、60倍甚至100倍嘅回報。ROI 就擺明就非常高啦，地上嗰啲10幾厘啊，梗係做唔到啦。我哋天上回報係100倍啊，係100倍嘅 ROI 啊，過百倍嘅 ROI， 隨時攞翻啲利息嚟每日使，仲有意思啦。投資就講止蝕，就講保本，就講盈利翻倍，所以咧止蝕梗係同手機有關啦。保本梗係定存在天，上帝嘅聖言啦。咁投資100倍，咁啊梗係參加我哋嘅聖經理財密碼啦。好啦，大家一齊估下我會寫啲咩啦。好，今日咧就嚟到北角舊新光戲院附近嘅街鋪啦。咁老師傅咧每年都喺呢度咧會寫揮春嘅喎。咁今年我特別專程嚟到呢度，請我哋嘅老師傅咧幫我寫咗2句送俾大家。好啦，我好開心咧，今日請到我哋嘅老師傅咧幫我寫咗2個揮春喎。咁我讀俾大家聽：主言作定存，每日利息賺唔停。咁啊，第2句啊，心田撒好種，回報100倍勁過金。係啦，祝福大家。我哋明白咧，就係學生嘅錢咧，始終都有限。當我哋講到理財教育，除咗係要留意，即係唔好去俾人呃之外咧，點樣學識去將自己有嘅資源咧儲蓄，然後咧唔好浪費，然後咧係增值咧，都係非常重要。但係學生嘅資源最大嘅始終都唔係錢，係時間，係 attention。所以今年我哋嘅聖經理財密碼咧，最主要 focus 嘅就係要奪回翻我哋嘅唔見咗嘅 attention， 唔見咗嘅專注力，以至到我哋嘅生產力可以倍增，以至到我哋咧可以榮神益人。咁今年你又準備好未？一齊我哋積聚財寶在天，然後每日利息賺唔停未呢？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各位同學聽過來，天國的財就在這。新年大家就發財，當我看你在發呆，手機刷屏不放手，光陰全部被偷走。Stop scrolling， 夜幕亂投機時代很壞，每天蝕本2000塊。You are losing 2000 days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天國的利息最實惠，新天撒種不後悔，耶穌帶你賺回本。雷手機財風險高，要說害處很少，漲來了受不了，未來跌得像野草。Let's go currency， Let's go， 趕快仔細轉跑道，天國銀行最可靠。你
要做蝼蚁，你要做大户。Yes， 尘土里是你的金库，赎回光阴就在这步。30拜，60拜，100拜，主演定存真是对，好赢大师展翅飞，永恒价值最珍贵。记住啦，每天赚回2000块，耶稣爱你。